依間鳳城酒家旺角店食傳統順德菜，水準好，幾時都有咁多人嚟幫襯，因為老闆伙計上下一心。呢度嘅員工個個都幾乎做咗20-30年。老闆譚國景對伙計有人情，但工作時就好嚴格。平時見有咩危險動作或者煮食姿勢唔啱，一定出聲，仲好緊張員工嘅態度同操守。打8號風球咁啊，唔諗住唔返工噶嘛，我哋去課堂瞓覺噶嘛，偷懶啊！佢去撐我哋噶，鬧我哋噶幾個咁啊！不過教徒弟，佢毫無保留，佢就用心教我哋嘅，一手一腳，總之佢所知道、所識嘅都會教我哋，佢唔會話留翻度啊！佢對徒弟好長情，就算徒弟離開咗，喺第二度打工，有咩唔識問佢。佢唔識嗰樣嘢，咪攤開問你咯，問咯，你咪直情攤開講俾佢聽咯。通常做管理只會指下屬做嘢，但佢教管理層要親力親為，做個榜樣。起碼見到佢哋辛苦咧，你一定要落手落腳幫下手，唔好話旨意即係一定要佢哋做。老闆今年80歲，自己都經常下廚，所以無論徒弟、員工都好尊重佢。佢亦對員工好，好似呢度嘅福利，即係到而家都未斷過。未咩？未斷過嘅13個月糧，試過14個月糧。每年過年仲有封大利是，60幾個伙計，每人1000蚊利是先。就算酒家遇困境，好似03年沙士咁，蝕足半年錢啊！人工冇減，照出糧。啲伙計冇裁員，一個伙計都留翻喺度。佢當伙計係自己人，好關心伙計。嗱，即係佢知道咧，我父親咧，即係我爸爸過身之後，即係剩低我媽媽一個咁樣。咁我媽媽係又喺內地生活啦，咁我咪經常翻去內地探親嘅。就算咩時候都好，老闆都會遷就你休息時間，同埋咧仲有德勝號蛋卷，你知道好難買㗎啦。佢親自唔係叫人買，佢自己去買2罐蛋卷，叫我拎翻，喂，阿梁仔拎翻俾阿媽食啊，做手信啦咁樣。哇！呢句聽到好感動，細心啲，你連啲生日幾月幾日都知嘅。知伙計有難，仲一定幫手。好似大廚強哥，初時入嚟好難倒，經常要同老闆借錢。哦，咁啊好少㗎嘛，1萬幾千嘅，喂啱冇錢使啊，咁啊借住使下先啦，咁都有嘅，都好善良嘅師傅嘅人，就係咁嘅人咯，個性格好好嘅，中意幫人啊。幫人之外，仲教做人。好似經理敏姐個仔棒哥，最初入嚟做學徒嗰陣，8幾年就話冇乜心機學嘅，冇乜心機學。佢覺得做廚房苦悶，揾嘅錢唔多，結果唔做，走捷徑揾快錢。佢放數啊、收數啊，行咗呢條路咧，我真係好驚、好傷心啊！分分鐘冇命噶嘛呢啲。媽媽擔心，老闆知道咗，咁後生，即係冇位行條歪唔正嘅路啊，行翻條正路咯。老闆親自上門揾佢，佢話你都要同阿媽立，一日企幾多個鐘頭啊？捱到膝頭痛先養大個仔，唔想咁就冇咗個仔。所以今時今日咧，佢都好聽我話。嚇，我係鬧佢咧，佢一粒聲都唔敢出嘅。棒哥從此脫離黑社會，翻去做廚房。好尊重阿師叔嘅。講起師叔，如果唔係師叔咁嘅人咧，我哋都做唔到咁。佢係個車頭嚟噶嘛，係咪先？我就跟住佢行啊嘛。佢以真誠待人，令到人人尊重佢，上下齊心，跟隨佢嘅教導，做到最好。